毋是台语第9集。名主的文章即句安怎读？第5字毋是读伊，应该读有伊。简单的即字先讲，未有人离，照汉字朴实的读法，头4字连做伙读。安尼读是啥物意思？甲捌的字读出来就是读古文哟，毋是哦。我安尼读，未第一字就断句，意思是未有以下的状况发生。即种的句型，古文真接看到，其实咱有学过。破妖符的第一句，天如何呢？有不测风云，人呢有旦夕祸福。所以第一字的念法爱断句，既然是断句，就无变调，搁读一遍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转来讲命主即句，未有以下啥物情形呢？未有仁爱离。即个离，口语上的台语可能讲煞。例句：我遮爱你，你煞反倒转来去爱别人。反倒转来，所以写却也可。全句搁来读一遍。未有人离，危机亲切。未有迄款有仁爱的人，煞来放杀家己的亲人啦。搁来讲另一个例句，迄个国王较讲就讲爱有利益，爱有好康。国王讲爱有利益，即字讲爱变调，因为是规句连做伙读，因为即句是咧强调规句的情形，毋是咧强调国王讲，所以就无应该加冒号，就无应该读本调，应该国校3年以上就可以理解安尼的例句。所以命主回答梁惠王这段话，标点符号若安尼写，是毋是爱改？做王的人讲，何以利我国？做大夫的人讲，何以利我家？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讲，何以利我身？上位的人、下位的人相争利益，这个国家就危险啊！命主对曰，即个曰伫尾字，所以读本调。王何必曰利？即时就爱变调哦。做王的人讲，何以利我国？即个讲爱变调，所以换做古文的读法，王曰何以利我国？即个曰爱变调。曰来曰去，正歪音，无啥好理解，所以我用较常用的讲即字来做比对。台语就是遮尔幼路，毋是汉字朴实乱读，规阵人全台湾人就变成只有国校3年的水准。卖啦，咱静心来小想一下。命主见梁惠王，有兴趣的人，你试读看卖。提醒来看即字狗，汉字朴实家己做的节目，甲音册迄集有讲过，和狗遐的狗共音，为何伊读这篇的时煞乱读呢？另外，上尾即句，若照安尼的标点符号，代表即句是梁惠王的回答。你想看卖，即句应该是命主讲的，也是梁惠王的回答呢？欢迎留言。